個小洞。這個原因，我想就是為了要讓它的味道可以進去。這種事我就蠻擅長。皮身哦，不是你眼睛要我看出來啊！唔過皮身，花葉會凍嘅係主要嘅皮，唔係肉。他叫你戳洞的是皮，不是肉，你一直戳肉。其實我也沒有概念，它到底要怎麼切1公分。梅乾扣肉的肉好像是很長，是不是長條狀？這樣啊？不對不對，那這樣子有些人吃不到皮。對啊，這樣不對，這樣對不對？還是要站起來切。他們就趕快，你直切，請問一下，這樣跟這樣子是不是一樣？我是說這樣。這樣啊？對嗎？